议会配合召开第4届第1次临时会，虽然是全新的议会生态，不过因为卡伫正副议长贿选案，区里里被交保停权，所以等于第1天主持仪式就一直被国民党籍议员洗面。但会中侪新科民进党籍议员嘛纷纷跳出来护航，甚至当罗坤浩冲起的主席台，副议长林志典头一个出来主动，希望用做司法归司法，因着是为人民权益把关。面对这款背假议事的冲突，专庭到议会历史的市长黄伟哲，会中对来伊的小介绍以及局处长和议员认识，嘛强调市民市政优先的大原则。那因为上个礼拜中执会已经把这个案子送到中民会，那昨天中民会来做出一个裁定，停权3年，因为他是第一还没有被起诉嘛，第二个也还没有这个判决，所以说停权3年这个部分，中评会是一个用一个标准比司法还高的标准，我们予以尊重。我们进来议会列席，是为了福利跟民生，为了市民的权益跟福祉，我们是为了民生，那我们不希望有人在从事政治斗争，那这个部分，我想市府的立场是很坚定，那这个也是依照法律的规定来议会来列席，那这个为的也是市民的福祉，还有我们市民的福利以及民生。这届临时会主要是讨论议程审查店付款，虽然开议头一天就吵吵闹闹，不过需要议会办春酒，议长甲各党派议员共台温馨，包括市长黄伟哲嘛率领以及主管到场参加，甚至甲议员共齐唱歌，心情敢若是三温暖。台南新闻军及林根采访报道。